九龍城寨之圍城都上咗一段時間，除咗個幫派嘅古仔同啲動作場面之外，最深刻嘅應該就係嗰個幾可亂真嘅80年代九龍城寨嘅場景啦，同模仿翻城寨入面嘅人情味。今條片我哋就用幾個戲入面嘅場景去回憶下當時城寨嘅真實情況啦。大家好，我哋一個覺得自己講緊電影嘅 channel。如果中意我哋嘅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同埋隔籬個鐘仔，咁一有新片就即刻通知你啦。首先唔講唔得嘅就梗係龍捲風間飛髮鋪啦。當時嘅城寨當然亦都有一間飛髮鋪，而且成個城寨得佢一間添。開喺大井街嘅呢間飛髮鋪，由何先生同佢太太兩個夾手夾腳打理，洗剪吹、電髮、剃鬚乜都做。以城寨住咁多人嚟講，只要100個人入面有1個人嚟整頭，就算收平啲啊，啲生意都已經夠做啦。相比起現實嗰間飛髮鋪嘅平實，戲入面嗰間就講究好多啦，亦放咗好多80年代理髮店嘅設計元素落去。話晒要有翻咁上下 style 先襯起咁型嘅龍捲風噶嘛。相入面電緊髮嘅阿姐，唔知係咪就係好中意幫手嘅三姑呢？使唔使幫手啊？記唔記得戲入面樂君去買面具嗰間士多啊？間士多大至個雪汽水嘅雪櫃同個雪糕箱，細至啲產品同啲包裝，連擺放嘅次序都做到同當時嘅差唔多，好細緻噶。而現實中，當時城寨都有唔少士多同雜貨鋪，其中一間士多就係開喺大井街，由老闆阿李生喺1979年以16,000蚊頂手費頂咗嚟做，每個月要交3000蚊租。而城寨做士多或者雜貨鋪同外面嘅就有啲唔同啦，入貨條數喺城寨係要日日清嘅，冇得好似外面咁可以記賬。就算係供應商主動揾你推銷啲新產品，入貨都要即刻俾錢，所以個入貨量就梗係會少啲啦。難怪啲面具咁快俾信一4仔同12少佢哋買晒啦，樂君想揾多個都冇啊。另外士多老闆又講喺城寨做生意唔使知啲銀行會貸款俾你啊，又買唔到保險噶。不過有樣嘢就同外面係一樣嘅，就係稅局一樣會追你稅。總之點三不管都好啦，稅就一定管噶啦。另外樂君為咗買身份證而要打幾份工揾錢，第一份咪去揾阿燕芬姐做魚蛋嘅。現實中當時嘅城寨啊，有大概60間嘅魚蛋工場，據聞當時香港有80%食肆嘅魚蛋都係由城寨供應出去噶。怪唔之得城寨拆咗之後啲魚蛋貴咗咁多啦。除咗魚蛋，城寨仲有出產下啲魚皮餃同墨魚丸噶，就好似林生開嘅工場，佢嘅魚皮餃同墨魚丸每日為城寨外面200幾間食肆供貨。佢個工場原本係開喺城寨附近嘅西頭村，但俾政府拆咗之後就搬咗入城寨。佢好中意城寨噶，因為唔使有牌之餘，又唔怕啲衛生督察嚟 check。啲員工又全部都係城寨啲鄰居，成本低好多啊！仲要清一色係女添，樂君喺入面打工，啲女同事實俾佢溝晒啦。擠完魚蛋再托豬，樂君打工嘅燒臘工場，可能就係參考咗當時喺老人街由一對姓嚴嘅兄弟打理嘅嗰間啦。個大佬當初偷渡嚟香港之後，就喺佢阿叔喺城寨開設嘅燒臘鋪度打工，做咗3年。喺1981年就喺老人街度自己開啦。佢同細佬每日朝早4點做到10點先收工，啲燒味就清晨攞去黃大仙街市開小販檔賣，賣到上晝8點食埋早餐，就返城寨再燒過。如果好彩唔走鬼，每日都會賣到3隻豬，賺到2-3千蚊。過時過節或者公眾假期冇人捉小販嗰陣，隨時賣到20-30隻添啊！嗰陣佢哋兩兄弟就直踩係咁燒通宵。正如戲入面4仔咁講，喺城寨只要肯做，一定揾到錢。大哥由啱啱嚟城寨，要同7個男人分租住喺個200尺嘅房，就因為肯做，佢喺拆卸之前已經擁有2個城寨嘅單位。另外嚴大哥就強調，雖然佢哋冇食物製造廠嘅牌照，不過佢哋嘅燒味一定乾淨過出面嗰啲。咁我都信係嘅，佢哋擔住支煙，應該都係同戲入面一樣係電影效果嚟嘅啫。喺電影最尾出主題曲好 touching 嗰一段，咪有一間糖果廠嘅。當時城寨確實係有一間叫朝豐嘅糖果廠，佢哋間廠原本開喺深水埗，咁話要拆啦，所以喺客人嘅介紹之下就搬咗去城寨。唔好睇佢哋家庭式手作仔咁，一家人落手落腳做，佢哋啲椰子糖同果汁糖都幾好賣噶。
除咗本地鋪頭，仲會賣去澳門添。李老闆就好中意城寨嘅，除咗成本低之外，左鄰右里都好有人情味噶。附近嘅細路間唔中都會嚟幫下手，老闆都會俾翻錢佢哋，等佢哋賺下零用錢。不過勞工處就以為佢哋請童工，成日嚟 check。仲有一間由許老闆喺光明街開嘅製麵工場，唔好見係咁細同咁簡陋，佢每日做成1000個麵餅供應俾城寨噶。佢個女亦都同戲一樣，圍着麵粉台度玩同做功課噶。講開做功課，唔知你哋又知唔知城寨入面係有學校嘅，不過就淨係得間由救世軍開辦嘅幼稚園，學費每個月都只係收100蚊，仲要係非強制性，有就俾啦。為咗啲細路仔有書讀，就算係非法入境者嘅子女都會收噶。慢慢就連區外嘅細路仔都有嚟讀添。其實救世軍在之前都有喺城寨搞過間小學，不過因為政府唔承認佢哋，唔准啲學生去參加公開試，所以搞下就冇搞啦。戲入面仲有好多嘢係同當時嘅城寨呼應翻嘅。好似呢度咪係戲入面龍捲風同城寨三子大戰大老闆同黃狗嘅地方咯。呢對通花鐵閘會唔會就係龍捲風人肉反鎖自己嗰度呢？仲有嗰個連4仔咁好打都要排隊攞水嘅大井街街後，個九龍城寨業主聯誼會嘅牌直頭係城寨嘅地標添啦。咦，佢哋係咪就係傳聞中齊人就做嘢嘅城寨4子呢？短短2個鐘，套戲就隱藏咗咁多嘅城寨歷史資料，真係唔簡單噶。相信細心發掘，一定仲有好多嘅。不過今次就掘住咁多先啦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哋條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， 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，我哋遲啲一出新片就會通知大家噶啦。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